彰化秀水乡一个41岁单亲爸爸是一个货车的司机，虽然已经离婚6年了，但是心心念念就是要甲情某来复合。但是这个愿望破碎，竟然带着14岁大后生、13岁查囝、甲6岁细汉后生烧火炭自我了结。阿公阿嬷听到消息，心是痛甲唔好讲，老师嘛唔敢相信。 救护车接到家属的报案，赶到位，要过厝内一个大人甲3个囡仔已经无开验。有可能时间吼，到头这安怎？他问讲贵啊，贵才过案啊。4人拢倒伫2楼的房间，14岁大汉后生、13岁查某囝甲6岁细汉后生倒伫眠床顶，大人倒伫眠床骹。医院内面有一盆火炉，现场无烧歹现象。他本身有发现什么药丸吗？没有，目前都没有发现。有没有留遗书？没有留遗书。 警方调查，死者家庭状况会得过41岁这个老爸是货车司机，甲因某离婚6年，不过囡仔老母3个月是会转来带。乡长讲，进前这个囡仔老爸希望讲，甲囡仔老母复合无成功，煞提囡仔来危险。他是应该是拿这3个小孩当要挟这样子。爱听我无囡仔要甲修理就对啊。应该是这样子。唔知怎样做也有看迄度啊，也讲咧庆生的啊。 之前，规家伙还替这个查某囝过生日，3个囡仔拢读同一间国中小，伫班上人缘袂歹。大汉后生读体育班学好了，佫会接任小弟做伙转去。消息一个传到学校，同学拢着惊。有部分同学是有哭泣的状况，针对这些需要的学生做一个减压的辅导。社工表示讲，这个家庭虽然有2摆家暴记录，不过已经结案，并不是高风险的家庭。 大人之间袂合，却摕囡仔做谈判的本钱和社工嘛一直喊头。有关13、14岁囡仔应该有反抗的能力，是安怎对因老爸做伙走？敢有互人饲药啊？检方爱搁调查。